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8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丁雅纯。首先来关心今日有啥物新闻重点？行政院抬调地方一般性补助款，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当下讲要提诉关，市府会先用相关经费来支出，未来会甲中央讨倒转来。台北警发社案，台北地方法院搁再裁定郭文德、申庆经、应晓未甲李文忠这4个人，就要延押一直到8月初1。两项工会宣布，鸡蛋产地价小降到22块半，大皮价小嘛要降到32块。另外，猪肉最近咧起价，连带今年的涨平均贵5块至10块。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花莲县府文化局长吴景佳，互人检举伫咧将军府景点的标案有盗窃的嫌疑。花莲检方昨是约谈吴景佳，搁有文化局甲厂商的人员，先后是认定这吴景佳违反着贪污治罪条例，这嫌疑真重大，所以向法院来申请羁押禁见。因为其他人是以3万块至5万块交保。为调查花莲县文化局长吴振华涉嫌贪污的案件，花莲地检署规暝精神包含局长吴振华等文化局人员，也有厂商10多人。预备透早4点，5名涉案的人员分别3万到5万交保。局长吴振华甲姓詹的科长先押禁见。海关讯问后，应认其中无姓被告、真姓被告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重大，所涉为最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有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且有羁押原因及羁押的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这案件是民众检举花莲县文化局长吴振华涉嫌将景点将军府盗窃予特定厂商，也有小额采购案中，互新妇、公务车使用等不法代志，被先合禁见，并交花莲国界。检调起诉并还没有真正判决，没有进入判决没有错，但是你有道义上的责任，你有对花莲县民交代的责任，因为这个人是你用的。道义上的责任就是公务人员但是你捍卫他，依法行政，依法处理。你可以在前面捍卫他，然后他被起诉了，你还说依法行政。除了文化局长甲县检科长以外，也阁有艺文推广科长、行政科2位雇员，也阁有4个厂商拢在被捕。这是花莲县政府这半年第2下局处首长因为牵涉不法，遭到司法单位调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伫咧3年前，高雄有一个查某高中生被性侵，有一个姓黄的嫌犯承认犯案了后，伫咧开庭的时阵，说是讲伊是去互警方逼认罪。1审、2审拢判伊无罪，佮上诉这最高法院嘛是判无罪。警方回应讲尊重司法判决，也佮有当事人的讲法。也毋过伫咧这个办案的过程当中，拢有检察官伫咧指挥，若是有非法的行为，检察官嘛应该会分案来调查。警方防止控办案的时阵，严肃恐吓嫌犯，高雄镇定分局无要受访，局内如常运作。案件是3档前一名女高中生防手指侮辱。警方锁定黄姓男子，对方承认后，甲人移送嘛报请检察官侦办。开庭的时，伊说反口供，讲是警方恐吓伊，若无认罪，厝内人甲伊拢会防收押，伊才成立犯罪。诊室或者是绩效的问题也有可能。那这种事情也有可能会发生。大部分的警察应该都是站在保护人民这一方，但是还是有机会会出现，只是这个机会高低，我觉得在现在应该没有那么高，跟以前比的话。这案的1、2审法官拢认为检警相关事情无法度认定伊是嫌犯，检方搁再上诉，上高法院认为无违误，驳回上诉，黄男是无罪确定。当下他可能就遇到一个比较高压的状态，提到说如果不认罪，会把他跟他的家人都关起来，都上铐等等的。那这些可能就形成他当下讯问的一个压力，结果就陷入了这个要自白犯案。
民团表示，最近已经罕得看到恐吓刑求等方式来逼供，嘛感谢法官避免一件可能发生的冤案，建议民众遇到这种状况，会当找律师来协助。检察分局即是回应，尊重司法判决，强调此案是检察官指挥侦办，若不法检方嘛分案办理，应尊重当事人的主观想法。公司新闻王刘婷丹现分局报道。来关心台北地方法院审理金华城案，即马是搁在裁定郭文德、沈庆经、应晓薇甲李文忠等等4个人，要继续押到新历的8月初1。今年1月3月2日，号台北地方法院裁定其阿伯将台北市长郭文天、维京集团总裁沈庆经、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家长望基金会董事长李文忠等4人，羁押期限到6月初1。昨法院上新裁定结果出来，裁定延押禁见2个月到8月初1。当初好像是你坚决拒绝放宽金华城的容积率吗？谢谢关心，谢谢。台北地院昨传唤台北市都委会前执委刘秀玲作证，伊伫庭上表示，郭文天毋捌指示过伊，暗过建议卖行创设途径，将来了后反倒打互应晓薇骂。随着每一次的开庭，其实我们可以知道，透过证人的直接陈述意见，可以还给柯文哲非常多的公道。刘秀玲直接在庭上公然的跟大家说，柯文哲从来没有指示过他，甚至没有跟他说过话，也没有下过任何的指令。民众党暗时透过声明表达愤怒，而且无法度接受，指出裁定延押理由书根本找无继续其阿伯具体事证，而面对司法信任搁一摆重创。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表示，司法机关应该马上停止无合理的原则羁押，回归正义法则。不过即马搁押错案外案。董事长要不要说明一下？谢谢。法做经济部长中石化董事长陈世良，经过核实了200万交保，约谈的20多人有8人列被告。北检侦办专案查出金华城国部中心在结束营业了后，有关系企业中石化的子公司中国开发，用比市价30亿客观的372亿得标金华城土地，将做盗手换假手，怀疑其中牵涉不法。就说这个土地的买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中石化甲中华开发发动信全力配合调查，公司营运甲财务一切正常。即马检方也将专案调向证交法的非常规交易罪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仔日处理行政院防冻结的预算，行政院秘书长景明显表示讲，抬调大量的预算还真歹做代志，就算是骨力的省水电钱，嘛是经袂落去。因过真侪在野党的立委就翻头来批评行政院抬调地方的补助款是霸凌的行为，佮呛讲绝对袂互预算改动。你们这是违法乱纪，我今天绝对会再继续冻结你们的预算。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一被排审行政院预算改动案，处理包含114年度冻结预算5亿，加冻结业务费预算70%等6项。不过行政院秘书长江明显才多上台，都先予立委高金素梅质疑政府过度亲密，优先台湾利益。你说台美合作可以促成美国再次的伟大，这句话我认为不仅仅是失言，更是严重的国格矮化。因为台美合作不仅会美国再次伟大，也会帮助台湾壮大。美国加征关税，我们没有得到减免，也没有任何一个经济的保障或军事的承诺。事实数据证明，从2016年开始，台美之间的合作非常的好，台湾的经济也创了历史上非常高的很好的成绩出来。闭嘴！在野党立委轮番炮轰，各部门行政院就安尼删除地方一般性补助款，不过行政院被冻结的70%业务费，爱执行达到30%，才影响立法院申请改动，也予江明心无奈表示，已经严重影响业务的推动。我们大概到5月底就会达到30%。对，我知影，很期待未来要安怎，若无过想要安怎处理，这才是重要的。烦恼的，对，至少是不是给我们部分的解冻？因若拢无爱咧，你要安怎？敢会做啊？甲捡棍，领薪水，坐伫遐啉茶，安尼尔。行政院所有的施政已经是依法行政，所以当大院通过了3读预算的时候，我们这第一时间就表达说会有窒碍难行之处，尤其这个636亿，因为过去没有这么大额的要自行删减。我们中央
不会呢自己的吃喝玩乐的就是没有去山，就是偏偏就是要去山人民需要的地方。行政院的业务费被你们删减的非常之多啊。民众党认为行政院对地方财政霸凌，强调未同意通过预算改动案。民进党是呼吁在野将心比心，支持改动，佮表示中央预算、地方预算拢是照顾人民。公视新闻台北报道。继续来关心行政院提调地方一般性补助款，台北市长蒋万安昨着大硬讲要提起诉愿，市府会先用相关的经费来支出，未来嘛甲中央讨倒转来。因为新北市长侯友宜是针对着内政部讲要甲全台湾的中正路改名这件代志，批评中央乌白提补助款，又佮要求地方爱开大钱来改路名，实在无聊佮无彩钱。即便我们盘出相关的经费，但是这只是我们代为垫付，我一定会连本带利向中央追偿。行政院最近决定要统删中央予地方的一般性补助款25%，引起各地方政府强烈的反弹。台北市长蒋万安立即强硬表态，讲这礼拜将会提诉愿，市政府将会先选用相关经费来代垫，接落来会连本带利向中央讨。一般性补助，蒋市长说要连本带利讨回来，这样子要怎么补？谢谢。那这怎么跟地方政府沟通吗？会请他们来开院会吗？谢谢。尊重各个地方政府他们所做的任何的作为，如果时间能够倒转，蓝白不要恶砍恶删预算，今天不会有被迫地方补助款暂时无法播放这一个困境。蒋万安强调，无法度认同中央要扣付地方的一般性补助款，并且举一个例讲，像今年8月中央敬老礼金、货运专车、坐车补助、交通安全等经费拢会受影响。市政府会依照行政诉讼的救济方法，为市民争取应该有的权利。针对内政部长刘世芳讲，将会甲地方政府沟通全台湾的中正路拢改名的代志。新北市长侯友宜是批评，叫地方政府开这么多钱改路名，是真无聊过讨这钱。改一个路名，不是遐简单啦。不管是门牌、身份证，刷嘞交通的号志，迄拢是不是要改变？所以真的是一大笔钱啦。中央政府起码在删一般性补助款，一台搞完台下这30亿，你现在又要花钱去做这个，真的很无聊的一件事嘛。除了中央统删各县市一般性补助款引起反弹，财政部每个月予地方政府的普通统筹分配税款，也传讲有低半加慢半的情形。财政部表示，因为税收低扣，佮加上报税延后，致使今年顶半年统筹税款资金的水位有较低。若要按照每个月平均拨付予地方政府，确实有困难。5月底将会按照中央统筹分配税款的75%来拨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教育部政务处长叶秉成牵涉到漏涉校园性平案内容的争议，请假1个月，予外界批评是要双责任。因为教育部长陈英耀是表示讲，这是为着要确保调查的公正甲公平。另外，针对着美国强暂停所有国际学生的签证面试。陈英耀是讲，伊当咧甲 AIT 研议变怎来协助学生。就国际学生的权利和撤销，哈佛大学提起诉讼，法官裁定暂停禁令，预计29举行听证会。不过，美国国务院27向甲所有国际学生的签证面试申请冻落来，想要去美国读册的台湾学生嘛受到影响。2020年到现在为止，大概每年大概是有3000多到6000的这样的人。我们现在正在积极跟 AIT， 我们台湾这个 AIT 里边做一些这个沟通。陈英耀表示，目前正咧和 AIT 研议，要安怎协助台湾学生会当顺利去美国。高教师也指出，若是台湾的学生未来无法度顺利毕业，会当转来台湾继续读。最近正咧盘点台湾各校甲哈佛大学签订合作的情形，且各校建议甲哈佛办理相联合作合作。所以先提供所谓的随班复读，那随班复读的话，一定会提供所谓的学分证明。是否他们在既有的一个 MOU 的基础上面，是否可以提供所谓的双联学制？
教育部114年度共冻结16亿，拢总33案。各业务主管拢有出席，独独无看到证词叶秉成，因为牵涉代代性命案、漏涉机密的争议，请假1个月，也毋过外界批评伊是咧卸责任。如果这个调查的结果出现，我们的叶次长的确也违反了所谓的性平法当中的一些规定，请问教育部会不会护短？我想有关政务官的一个任务，我会跟院长来做这一个详细的这个整个性平处理的一个决议报告。好，那也就是不护短，对不对？是。地因要回应，互叶秉成请假，是为了确保调查公平甲公正，所以叶秉成独到的业务也会做调整，避免外界黑白药。也校园性平案受到社会真大的关心，教育部会检讨行政流程，也希望强化制度，互类似的情形莫阁发生。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面对着中国的威胁，咱的国防部是拍拼来发展无对等的战力，当咧研发无人机甲无人攻击艇一寡武器。中科院嘛要伫咧6月中邀请到国内外12间的厂商做伙来交流电视产品，提升咱的国防能力，嘛促进产业发展。伫海边速度正紧驶过喷气白色的海影，并且展现速度正紧的射源性能。这是军事部今年3月伫宜兰苏澳外海翕到，敢若是中国院的会计专案所研制无人攻击快艇，伫咧进行海上的测试。同时，为了要了解民间对无人艇的产制能力，中国院伫咧6月中也邀请国内外12间厂商进行电视交流，互人讲敢若是比武较亲。建立一个交流平台，而不是来做比试。测评的任务在过程中，因为它属于机密案，所以说相关的诸元不方便在这次的展示里面提出。在下半年应该会有时间让快旗的外形跟诸位朋友们见面。因若无论是动态或者是静态电视，拢无包括快旗。对此，中科院讲，快旗有可能伫咧今年下半年电视，因若参加的厂商。中科院会媒合潜在需求单位，提升国防自主能力，加促进产业的发展，并且强调会严防红色供应链。采购合约上会明定，不准大陆制品是被排除在外，而且是设定了相关的法则。大家伫咧关心注意尖港国造第一代原型舰海军号的进度。海军司令部参谋长讲，海测依然也无确实的时间。但是今年11月份交舰的目标是无改变，还是先以海测的节点来实施，有没有在9月30号要做调整或其他？那我想，这个是后面要评估的部分。辽宁号的航舰，它现在是在我的东南海域。关于共军的行动，我们都是以料敌从宽的原则来审慎的评估并妥善的应处。另外，团讲中共有可能伫咧5月做前后，再一遍进行围台军演。国防部讲会密切掌控中共辽宁舰目前的位置，国军会看需求启动开设应变中心，或者是提升战备的等级，实施国际操演，即时应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最近小连续发生有中国人讲要投向自由偷渡来到台湾的案件，还有会主委关碧玲就表示讲，因的讲法甲装备是拢真相像，无排除在背后是有系统性的操作。因为美国白宫的前国安会官员嘛警示讲，中国有可能当咧准备要封锁台湾。中国民航公司秋灵船来台差5星期，代志发生前几日，由中国白仔坐秋灵船为桃园观音海水浴场宣布上岸。甲中国偷渡客案例同款的过去2年，总共有17件。海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偷渡者来自15个省份，无排除有系统性的操作。他们所有的配备都相当的模组化，所以我也曾经说过，我们不排除说是有系统性的操作，但是这一切都是我们在两岸灰色袭扰事件当中所需要做的防范措施。偷渡客连续来台湾，是不是有中共故意安怎做？关碧玲表示，拢无排除安的可能性。不过分布来源有15省份，真盼用政治、经济或者是社会等条件来解释。国防部公布，为17到28早起，各查到共机31架，发生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北中部甲东部空域，共军一直侵扰。北京前国安会官员来讨厌事件，
中國可能咧為封鎖台灣做準備。This is a signal that China may be preparing action short of an invasion against Taiwan in the next few years. This contingency and others can only be addressed and averted if our allies in both regi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rk closely together to avert it. Even if short-term crises are averted. 奈特指出，台灣猶原是美中之間上可能爆發戰爭的引爆點。即馬隨着台灣的戰事緊張情勢，已經甲科技競賽連做伙，特別是在人工智慧競賽方面。中國4月份在台海周邊發動的海峽雷霆2025A軍演，這代表中國未來幾年來可能咧準備系列威脅隔離封鎖台灣的行動。另外，強軍是唔是可能武力反台？奈特認為，美方反對政府力量改變台海現狀。公視新聞採訪報道。中國對咱的侵擾是百款，唔若發動軍事演習，閣有破壞咱的海底電纜線等等。即陣敢若像派人偷渡，要來試探咱國軍海巡的應變能力，到底是啥物情形？咱做伙來聽怡真為咱整理報道。是主播，中國不三時起無空上空上澎侵擾咱台灣，造成台海情勢緊張。若最近常常發生中國人偷渡來台灣的事件。海委會主委關佩玲表示，海巡署會用上嚴格的標準來檢視。不過過去2年，中國偷渡來台灣有27案，這因來自中國攏總15個省，唔若是佇咧沿海，甚至有的省是佇咧內陸，中國內陸根本就無過海刷走來台灣。而且這寡偷渡客講法和配備攏被共所以無排除是中國政府系統性的操作。若這中國咧，今年尤其是在520大總統就任1周年的前後，連續發生偷渡的事件。在520前一禮拜5月15，有一對爸仔囝為福建坐樹陵船偷渡來桃園的觀音，講要投靠自由。5月17，山東有網稱公開影片，講家己坐樹陵船到桃園大園的海邊仔插中國國旗，因為伊人無入境，隨轉去中國，所以落尾是無受處罰。520迄當天下門是有2個查甫人靠舢板仔和玻璃攏的浮板，想要上金門的二打島，當場就去互咱的海巡逮捕啊！想要到5月23，閣有一個查甫人，敢若穿游泳褲和游泳褲仔，就想要偷渡到金門的大打島。因為這偷渡的案件實在是太濟咯，這個偷渡客袂輸是共陣的，因的身軀頂攏無紮手機仔，無身份證明。講法也攏差不多，而且態度真大膽，攏袂要緊要密起來，這就真可疑啊！懷疑是中國普式侵擾的新招數。真正咧，包括中國漁船甲掛牌船來亂破壞海底電纜，出動空飄氣球，軍機甲軍艦佇咧台海演練，定定下過中線頂頂。這因的目的，就是要用上低成本起無空，製造緊張。上重要的就是要試探台灣國安的反制速度和作為，因為目前台灣的法規是無特別的規範，中國資訊閣無透明，這偷渡者的動機就真好調查。進前檢察總長邢泰昭就捌建議相關的國安法規攏應該愛立即去規範。以上就是今仔日解剖新聞，那個時間交等去主播。多謝怡真，咱繼續來關心到有警方發現一個墨西哥的查甫人，伊原底是來到台灣的駕冊有摕到永久的居留證，伊個煞變做是咧種大麻趁錢，而且警方查了到底，佫抓到一個尼泊爾的毒品通緝犯，佇咧逃亡的7天內底，抑佫繼續佇台灣做毒品來咧賣。政府部長甲門弄破了，維安特軍隊大規模戒備，佇個內面抓人。家己門舊櫃的時陣，櫃攏火勢清出來，趁到這個事，入去內面抓人。警方2波行動，查到外籍嫌犯，一般是補教老師，這嘛涉及毒品犯罪。墨西哥籍補教老師從事第2級毒品大麻製栽種與製造。專案小組進一步以科技偵查溯源，發現另有尼泊爾籍金姓犯嫌提供大麻栽種技術及器具。規塗骹攏是大麻栽，這話攏是嫌犯家己學安怎種的。警方調查。涉案的墨西哥一名查甫人已經摕到永久居留證，一開始買都是家己食，尾仔就無駕照，專門佇咧種大麻。另外，警方也抓到一個尼泊爾一名查甫人，伊捌佇咧台灣做毒，已經被判刑確定，伊被通緝佇咧國內秘7年啊，這邊被抓進前，依然佇咧做毒賣毒。
毒品的问题伫台湾正严重。新北市警方13伫咧路下查车的时阵，就查到毒品通缉犯无愿意落车接受检查，冲撞警车了逃走。警方是开枪警告，彰显假意受检，随即冲撞巡逻车，故同仁对该车左前轮胎开枪4发示警，并于车内查获3级毒品。奈基甲酮、依托米酯、烟弹4颗、阿非他命、海洛因等毒品。文国内政部的资料，国内所查到的毒品的案件，敢若是去年就36000多件，涉嫌人到38000多人。面对着这么庞大毒品人口，若是无赶紧解决，一定会对社会治安造成严重的危害。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内新冠疫情压悬，顶礼拜重症甲死亡的人数拢创下今年的新冠纪录。有立委就咧关心最近这快筛试剂欠货的问题。卫福部长邱泰源就强调，今仔日已经伫咧3大超商分配4万份的快筛试剂，互民众会当买。另外，嘛会甲病院分级分流做好，别个互急诊大塞车。国内新冠疫情升甲真紧，疾管署预估，疫情高峰会落伫6月底7月初，到时阵一礼拜，看医生恐惊有20万人次。啊，不过最近有真侪民众到社区邮局想要买新冠家用快筛试剂，煞买无，引起不少民怨。在野党就会质疑，国内医疗量能甲防疫物资是不是充足？那现在是快筛，大家其实都买不到。那你什么时候这个量能可以跟得上？我们先铺2个，一个是连锁药局，然后所以到连锁药局一定买得到。另外就是有个超商，那个超商，3大超商现在已经都铺路了，比如说莱尔富、全家，还有康士美。另外，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甘乃迪伫社群媒体宣布，美国建议有新的活龄人甲健康的囡仔做新冠疫苗。外界关心台湾疫苗政策是不是对得住？疾管署也做出相关的回应。我们国内目前也是安排在6月中旬，会再开我们自己的 ACIP 专家会议来讨论我们今年秋冬新冠疫苗的接种对象，但也会参考就是国际上的一些最新的建议。卫福部强调，已经为政策方面准备，包含疫情监控、药品供应、加快筛试剂精算等。礼拜3会有4万份的家用快筛试剂铺货，这礼拜有60几万快筛试剂到位。快筛量一定充足。另外，外界烦恼疫情清悬是不是会予急诊来塞车？卫福部表示，会将病院分级分流机制做好，请民众放心。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台北市两商工会昨宣布，产地介绍会要降到22块半，大白介绍明仔载卖降到32块。另外，最近因为有白粽的需求，这猪肉介绍增加，今年的粽也平均贵5块至10块，引起立委的关心。农业部是讲，这饲料起价嘛是其中一个原因，也希望这饲料原料是来自美国，希望进口会当维持零关税。5月节连面要到啊，鸡卵的买气一直无啥好。台北市两商工会27号宣布，调降特大斤2块，产地介绍来到22块半，批发介绍礼拜4会来降到32块。两家今年为上悬的32块半，连续3届调降。农业部表示，目前特工产量12.8万箱，比所需要的12万箱搁较悬，但嘛是尊重市场机制，未干涉介绍。有一部分是盘商这是蛋农这边，因为暑假快到了，那暑假快到的时候，学校的供应营养午餐的部分会减少。那为了减轻他们的一些库存压力，所以他们用降价的方式。5月节加涨，猪肉介绍27号10公斤上悬来到97块外，逼近100块的大关。立委指出，今年5月节进前猪肉介绍比去年悬6块外，造成肉粽的介绍嘛来起价。部长陈俊贵指出，是因为饲料成本起所造成的，希望甲介绍收入95到100块的区间内底。端午节这肉粽要去逛，比去年是真的涨价了，好，至少涨了大概5到10块钱。他们没有所谓的年终奖金，他们就是靠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的高一点，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福利啦。所以以农业部来讲，我们觉得这个价格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区间。畜牧业所需要的饲料，主要是为美国等国来的黄豆、玉米。农业部嘛表态，只要做回原物料的进口美国农产品，拢希望维持零关税。原物料的部分，我们希望它第一点是可以。
现行老农津贴排付条款，农业部所得超过50万，土地厝超过500万的农民无法度来领。民进党立委邱意莹表示，14年无调整，要求农业部修正，期待后一个会期内送入立法院，年底进前完成新的调整。公视新闻林俊文朋友做台北报道。咱台湾的查某人过去真侪拢会为着要顾家庭，甲头路死掉。劳动部对今年开始就推动妇女再就业的计划，鼓励这寡需头路超过180天的妇女朋友，佮倒转去做工课，会当领到3万块的奖励金。另外，也佮会当去申请自主证证专业技能，若是完成训练，也佮有上济3万块的奖金。民国80几年出世的钟淑婷，3冬前因为生囝死头路，后手就专心伫厝里顾囡仔。这3冬来，拢靠因翁一份收入负担家庭经济。也毋过最近看到劳动部推出妇女再就业计划，互伊顺利找到离厝里较近、上班时间可以当配合的工课，也领到再就业奖励金3万块。额外可以多一笔3万元的补助金，可以让家庭经济宽松一点。一天的工时可能是适合半天或者是几个小时，然后固定的时间，然后呢由需要上班的这些妇女呢，那我们来配合他们的时间来做一个班别的调整。云林水拿有食品工厂表示，因为因所在较压贴，劳动人力本地就较欠缺，也毋过接到劳动部推出妇女再就业的计划，逐个月提供3000块奖励金，鼓励业者调整工时，也互人力的调配更较有春秋。另外，买当以自身专业技能自主训练，奖励金上悬同款会当领到3万。自主训练奖励措施就是鼓励因家庭因素退出劳动力市场180天以上的妇女朋友，透过自主训练经济专业技能，经核准并完成训练后，最高可以领取3万元。劳法所温家南分数表示，为着鼓励妇女搁再就业，劳动部对112年9月开始推动妇女再就业奖励措施，到113年年底已经帮助38000外的妇女就业，预计114年至117年会当搁再增加14万的妇女重新登去上班。公视新闻云林报道。大卖场家乐福的员工家己做的工会，今仔日发起抗议，因为不满家乐福这10冬来拢唔成立职工福利委员会。因为家乐福是回应讲，因会先设立临时的职工福利委员会，也佮继续甲员工来协调。家乐福别再拖。家乐福的员工发出诉求，希望公司会当成立职工福利委员会。工会讲，因已经诉求10冬啊，若是照法律的规定，公司只要超过50人以上，就要有职工福利委员会，讨论一寡亲像员工旅游、休闲补助，才会员工福利甲权益。工会话话，公司莫搁拖，赶紧成立。照法令规定是，以50人以上的公司会要成立支付会，但是公司伊这员工13000几个，伊无道理无成立。诉求10冬拢无成，家乐福员工和劳工团体拜三徛出来抗议。家乐福总公司要派人到现场了解状况。家乐福表示，在2023年董事会就通过要成立职工福利委员会，并且通知家乐福下面的2个工会，分别是企业工会和手trava工会，爱因协调出劳方委员名单给总公司，不过也未收到委员名单。但是劳工团体对公司的这个讲法并无认同。去年其实企业工会已经推派了。现在家乐福再拿这个章当理由，就表示他不止违反了职工福利金条例，他更进一步的去摆弄、操弄工会之间的纷争，这是进一步的违反了工会法。劳工团体认为家乐福是把责任推卸转来工会，并无积极面对。家乐福尾仔是回应讲未来会新成立临时的职工福利委员会，等待工会推派出委员名单，再来积极协调。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教育部伫咧2日公布学校管理学生手机的原则草案，明定各中各小都要集中保管手机啊。因为高中是需要经过家长甲师生讨论要安怎管理。不过，这个草案是引起学生的反弹。今仔日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甲真侪学生团体就召开记者会，呼吁教育部就应该爱来确保参与会议的学生代表比例，确保学生的意见会当互人听到。
学生上课进前，把手机放入箱仔保管。教育部2公布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学生早行动载具甲学校管理原则的草案，草案已过期到6月初1。拜三，学生团体召开记者会表示，肯定教育部有想要听学生的意见，但强调应该爱针对无共使用情境、无共行动载具明定规范。未来若要保管，也希望莫变作是班级的干部来负责，避免管理责任理袂清。教育部应该在条文中明确区分手机、平板、笔电、穿戴式装置等的管理范畴，根据不同情境机制订定适当的规范，避免学校任意解释、扩大条文的空间。由班长将装着全班的手机的一个盒子拿到学务处去上锁，但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或许就会衍生学生之间不必要的负担。依教育部明确规定，避免由班级干部或者是学生来去负担集中管理的相关责任。另外，针对高中管理原则需要家长师生同齐讨论，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强调，希望各校研议管理原则，应当确保学生代表占4至3分之，甚至参照当初高中讨论后议规范的做法，袂当凊彩否决学生的具体建议。在校务会议内，除非就是有重大的违法事由，不然不得否决就是辅议委员会所做的这个决议。那我们会认为说，这个相关的这个文字内容是建议也可以把它放到行动载具管理的这个里面。这个教育部提出草案，有强调爱明确有春秋分阶段来执行，也按算6月初1伫台北举办座谈会，收集学生的意见。学生代表是表示，希望教育部也通重视其他地区学生的声音。因也强调，手机只是载具，推动资讯素养是未来教育的挑战。也呼吁教育部建立具体使用行动载具的指引，重视学生的学习需求。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伫咧月初签行政命令，以报道事片有政党色彩做理由，要全面来停止联邦对美国公司甲公共电台赞助。但即马，川普政府是寄予公共电台提告违宪。另外，川普政府拍算要求所有要申请去美国读册外国学生接受社群媒体审查，目前也已经暂停安排学生签证的面谈。美国全国公共电台 NPR， 而且是联合科罗拉多公共广播电台等3间电台，伫美国华府针对川普政府5月初行政命令来提出诉讼，强调这个行政命令停止 NPR 和美国公共电台 PBS 接受联邦经费的资助，已经明显违反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First, it is a direct effort by the government to control content and viewpoint in the journalistic sphere. And that's one of the most egregious First Amendment violations there can be. In addition, it's seeking to interfere with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local stations and their choice of national content. 川普5月初1签行政命令，要求公共广播公司 CPB 董事会全面停止对 PBS 和 NPR 的联邦资助，理由是这2间媒体长期报道拢无公正，是有党派色彩。这个行政命令强调讲，无任何媒体有得到纳税人补贴的宪法权利，政府有权决定讲什么类别的活动会当得到补贴。因为 PBS 的招牌节目《芝麻街》长期拢伫个节目内面考试川普，引起外界质疑讲这是川普对 PBS 的生效。另外一方面，川普政府进前下令撤销哈佛大学教授国际学生的资格，进前佫拍算要终止联邦政府和哈佛大学签的所有的合约，价值差不多是1亿美金，合代票是超过30亿，互哈佛的财政是面对更较大的打击。而且一大堆哈佛的师生伫学校内面对川普政府一直打压发动示威。Freedom of speech and due process, these are the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system. These are the foundations of a free society. But Donald Trump is attacking these freedoms because they get in the way of his authoritarian takeover. This is what authoritarians do. 另外一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签的电报指出讲，川普政府当考虑要求所有申请去美国读册外国学生接受社群媒体的审查，审查的内容还佫无明确，但是讲到目标包括阻挡恐怖分子入境和打击反犹太主义。为了准备相关的措施，美国司领馆已经接到指示，暂停安排新的学生签证的名单。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来看桃园推动铁路地下化，新的平顶站这地点是超真久。这阵代替是已经确定要对原来伫咧新府一家的站点延长到环南路，保留甲捷运做伙开发的可能性。伫咧明年，因嘛会先启用临时的站点。
桃园铁路地下化推动当中，北镇临时站工程也在进行，明年会先启用。争论真久的北镇车站永久站址，确定是决定用南延红线，也就是讲会为原来站址新附一家南延到环南路保留甲捷运玉线开发的可能性。有估到2033年1月完工，附近居民对这个工程大部分真期待。很方便啊，我家就在对面啊。所以你觉得以后会更方便？是啊。那会不会担心塞车什么之类的问题？不会。交通问题，对，一定的。你一个市区里面，你要带来发展的话，就是人就会多，人多的话，车子就一定会多。不过，部分居民也烦恼是不是造成其他交通问题。市府表示，南延红线按算是135公尺长的地下仓柜站，其中一个出口接近老街溪，因兼顾新附一个主题区居民通勤发展的需求，也保留甲捷运玉线开发的可能性。不过，捷运玉线也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确实的路线站点也拢无确定。铁道局正在沟通的协调当中，双方也对于这个2阶段的先行试作达成了共识。那我们后续呢也会针对这个局限的计划核定之后，也还会有相对滚动式的一个调整。针对南延红线，市府表示，北镇永久站调整红线已经通过交通部核可，会就2阶段协作甲铁路局达成共识，后续等玉线核定进度，各滚动检讨成做的可能。公司新闻桃园报道。台中市长罗秀燕今日宣布，台中嘛要起造大巨蛋，地点就选伫咧水南经贸园区，希望会当起造一间至少会当互3万人入场的大型多功能场馆。这个案子呢是由民间的投资人根据促参法自提 BOT， 那地点呢就在我们水南经贸园区里面的创研1这块用地。这块地之所以会确评中选，符合我们之前所提的4个期望，它是一个完全素地，那不用征收，上面也没有任何需要拆迁的地方。罗秀燕强调，这地点是符合用地单纯，面积有够大，交通嘛真方便。因为未来会有2条捷运的站点，而且塞车去到高铁站、台中机场只要半点钟，也阁有真好的商业投资性，这是用来起造大巨蛋真好的地点。继续来关心到台中市的市政路第1期延伸工程昨宣布通车，不过地方是讲这上下班的时间附近拢塞车塞甲真严重，学者就分析，目前这条路的功能性也不足，新开的道路拢有一段交通混乱的时期。因那交通局长是讲会全面来延长车顶的时间，随时调整。车辆是一台接过一台，到路口就拍解。台中市市政路延伸工程拄通车2天，但是甲工业区1路路口周边路段，一到上班就容易塞车，互通勤者真困扰。那上下班这里都会多少了？都会塞车。有一些人潮，他就是往这一边消化上来了，他不用绕到五权西路那一边嘛，等于是把五权西路那一个路段的分散过来。对，市政路延伸工业区1路到安和路路段工程，总共是750公尺长，总经费23.9亿，26号正式通车。台中市府原先估算会当疏解台中工业区、精密机械园区甲中科园区3大产业聚落的交通压力。不过民众反映上下班严重塞车，交通学者分析，目前延伸工程敢若有一半功能性不足，佮加上新路效应，会吸引车流进入这个路段来试看卖。它的功能性它还没有完整的呈现，因为它未来还要继续再延伸，也就是说现在只是到达目标的一半而已。刚开始，当然第1天或甚至第1周、第1个月都有可能会有这种塞车的情况，因为可能民众要去试试看，他才知道说这条路究竟可以到哪里。我们针对公西一路的绿灯时间，我们再全面性的把它做一个拉长。然后我们今天早上也有持续的派员去观察，
整个一个进入工业区的一个车流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会持续针对这周边的路网的一个车流状况，再做一个滚动的检讨。台中市交通局表示，目前看到工业区一路车流量真大，已经全面将青顶的秒数扣长，后续会搁再来持续检讨。学者是提起市府会当加宣导市政府延伸工程通车路段，适合倒几种用路人使用，做到基础的分流，会当度过开通的阵痛期。公司新闻台中报道。镜头换来看高雄，即卖因为国内外的名称直接办大型的演唱会，是带来袂少的观光效益。不过，有民众指出，部分的饭店会伫咧办演唱会期间大起价。这红点名的业者就讲，是因为已经有大量的订房，民众伫咧系统顶悬查到的是总统套房的介绍。因为观光局嘛表示，讲已经有去稽查115间饭店，无发现到起价上含高的情形。精彩舞台表演起歌迷，韩国女团 BLACKPINK 预期确定10月18、19会搁一摆来高雄开演唱会。消息一出，就有网友发现部分饭店演唱会期间房价比平常时悬出真济，其中日航酒店红直接点名，拜六礼拜房价对6、7千起到3、4万。科技公司他们有员工旅游的需要，所以原先已经先将房间先做预留，是留给团体这边即将要使用的。所以我们有先将系统上面去设置到其他房型的预定是需要搜寻连续2晚至3晚才能够直接查询得到价格。业者28出面澄清，网友查到的是总统套房的介绍，饭店房价伫演唱会期间拢维持一般拜六礼拜的介绍，但嘛确实有部分饭店演唱会期间房价因为不明原因变悬，民众看法不一。还是要有一个市场机制嘛，因为这个是临时性的一个活动啊。将来如果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还是回归市场的一个平衡价格。客人是会增加，但是也不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把钱加上去。高雄今年演唱会经济活络，只有活动，饭店房间需求就变大，市民烦恼，然后业者借机起价，恐惊影响旅客对高雄观光的观感。观光局持续稽查旅宿业者的房价。在今年度，截至目前为止，已经稽查了115家次，尚未发现有房费超过被查房价情形，显示持续稽查已有成效。观光局表示，目前无查到有饭店房价超出比早介绍，嘛呼吁业者配合政策，唔通恶意起价，共同维护城市的形象，嘛确保消费者的权益。公司新闻陈焕宇、柯正俊高雄报道。台南市府最近伫咧河洛广场布置超过10万粒水红啊色的塑胶球，要来做景点。结果是去互人讲改成金宝丽能，嘛即个无环保，甚至是压缩到民众耍水的空间。因为台南市府即马是正咧改变布展的形式，嘛强调这些球拢会当搁再利用，环保无问题。甲银角落了，向细长的塑胶球下关。扫落甲球等落下原地内底，祈求爱情。最近台南市府伫咧河洛广场推出5日抗爱情下原地的活动，布置超过10万粒粉红色的球，看起来真浪漫。不过真正的布置，煞互外界讲，看起来那真像福寿礼呢。我觉得说球不环保，那像游乐园的球池也是相对的问题啊。这个我就是顾虑到小朋友的安全性。我原本以为是全部都是嘛，全部都是真的会是影响到，但是它有一半的话就觉得还好。就说像他们说的，有看人家写，我觉得还好吧。如果我可以开放小孩子玩，他们应该会更开心。另外，塑胶球嘛引起环保争议，而且嘛防止伊讲耍水的空间消失去。最近去的民众是发现讲球池已经去互清甲空空，怀疑是活动负面的意见伤济。市府赶紧取消。不过，针对这件代志，台南市管理局是表示，当咧清理水池啊，强调当咧规划后一阶段形式，活动并无取消。配合固定的池底清洁作业，进入第2阶段布展，将大家投入的许愿球结合成7颗祈愿球，象征7星祈愿。也若环保的问题，市府是强调讲，这款塑胶球拢会当重复利用。也若第2阶段布展活动是继续维持到6月底，改变形式呈现，继续浪漫未化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东和平公园的大型装置艺术，伫咧2天前是去互风台扫甲动到塞外。官府即马是重新规划做光影艺术作品，吸引到真侪民众去遐欣赏，而且嘛有伫今年的伦敦设计奖摕到金奖。也毋过因为这展期是干那到5日这年假结束，有民众就希望讲会当搁延长落去。
台东市海滨公园的国际地标，逐天暗时7点到10点拢会有声光表演，透过直径13公尺的依旧结构的表面，创造出海洋含在地原住民特色的流动光影，亲像在看一场户外的电影。而且佫有网架造型的光影表演，甚至在游客和民众听落来欣赏。旗鱼啊，还有原住民图腾都很让我印象深刻。那也有一些很童趣的，像是笑脸图案，我觉得是大家都看了会觉得蛮特别、蛮新奇的。这是台东县政府今年规划翻青公影的户外成功装置的艺术，县府嘛，把这个作品去参加今年伦敦设计奖，28主办单位是团会的好消息，讲得到概念设计金奖。县府表示讲，因为海滨公园的国际地标伫2年前，互风台扣甲歹去，敢若剩依旧造型的体格，为着要定活化利用，改用光影来定营造艺术展演，可能是永续利用的概念得到肯定。最主要就是想说，在利用原有的结构，再去活化国际地标这个地点，然后用这种永续的概念，让地方再亮起来。不过，真可惜的就是国际地标的翻青公影展，登记敢若到6月初1，拄好是肉粽节的假期结束，真侪民众拢希望会当搁延续。对这县府表示讲，因为刷落来台东县搁有真侪项活动，暂时无规划讲要继续展出，不过会搁来研究来符合民众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寿山动物园开创小动物园新的算法，是结合着 AI 科技，伫咧园区内底打造4种互动游戏，大家会当组团对战弄关，而且还会当透过 AR 实景体验，用无同款的角度来认识园区，也有动物。到了，看牙齿都要看牙医。哎呀，不是啦，这个就是猕猴在紧张、害怕的意思哦。透过剧团趣味的演出，甲大家了解上新的小动物园生活。园方甲科技公司合作，用5G 专班结合 AI 科技，打造4项会当实际互动体验的游戏。透过游戏，国民将认捌动物，了解寿山。其中这项真人组队对战的生活，上届6个游客分做2队，伫园区进行任务挑战。这嘛是第一摆有国内动物园安尼做。前面的2个章节是解密，就是你要透过游戏的内容去了解可能现在台湾猕猴所遇到的一些环境的问题或生态的问题，然后去解密。那也一方面会了解我们整个园区的地图。都透过在家长的带领下，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我们的3C 手机，我们既有的产品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方式来把我们动物园想要传达的资讯，利用我们这些资讯设备或载具，可以来传达出去。然后真人对战的生活，有利用 AI 技术，让游客透过软体甲动物的相片团起来，由 AI 保育员甲游客了解动物。另外，有 AR 实景的体验，带大家认捌寿山的环境甲园区的动物。副市长林庆言讲，将这个技术对室内展示刷到户外，透过5G 专班的技术，这新的生活会当更加符合未来时代变化的需求。就它的载具就是你要带一个手机就是了，你载具要下载嘛哈，那么它有这个飞航，那它有些直接连接到 AI 的这个 ChatGPT 的应用，所以都是非常时髦的。园方表示 ，AI 科技是未来主流，运用伫园区观光，因希望透过多元的方式，会当让大家更加认捌到寿山的生态，进一步来保护咱的环境。记者柯家族、柯兆阳、高雄场报道。当年6月初5是工业节，台湾工业研究发展中心有规划2025台湾工业季一系列的活动，希望未来会当结合着科技甲文化，唔那保留这个工业，卖当重新来连接产业甲国际交流。出嫁的时候，由母亲方的舅舅做了这样一个经典的一个算作台语叫做母古镜。一个保留台湾传统康顺的木工，用加流做的母古镜。看到古典佮实用，这是台南加固产业博物馆的工艺品。博物馆长期推广传承木工技术，希望甲台湾木工继续伫咧国地探滚。我们的创办人跟来自宫东的校友黄俊杰老师就说，没有关系，一个人我们也是收，这事情总是要有开始要耕耘，所以已经到目前20年，我们有大概上千位的学员。这是台湾工业季的开幕记者会，展区现场也有来自台湾各地区运用民间的生活工艺所做的物件，亲像咸草地啊、灰啊，也有甲用过用来掠虾啊、人啊高技术，当用来做灯塔，看起来嘛不真水。希望推广生活工艺是会使符合即卖绿公益，还是环保永续。这就是阮社区嘛是要展现的所在。透过这样的特色，
嘛会使互因产生信心。今年6月初5是工艺节，文化部所属的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自6月开始3个月来，要结合全台湾33个单位，开办38个展区。中心希望透过展览，行达一个国际交流，让民众了解工艺技术的重要性，嘛让世界看到台湾的文化软实力。未来我们的第3阶段，应该要让这个台湾的工艺技呢，是进到我们的民间的部分，就是部长现在目前在推的。这个百大文化基地的概念，我们今年呢先用公益来慢活，我们未来可以用工业来慢活。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希望透过当年的台湾工艺季，让工艺会当结合科技、环境一个文化地理来变做有创造力的动能，让工艺唔但保留文化，也通中心进入生活，连接产业一个国际交流。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天气玻璃仔，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6度至31度，中部地区28度至32度，南部地区29度至34度，东部地区25度至30度。一个外岛地区20度至30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Thank you.